二次 VS 捷克朋友 Yes， 下次啊咩啦？哇！哇！窩輪，聖水窩輪。我操！真係令到我自己邊啲地方回憶就係咁。點解我咁講呢？就係、可能記錄整日嘅事。呢個部落，我記得就係朝頭早入嘅，跟住朝頭早入嘅都會落。羅富廣場完咗，跟住到梁家園個活動，選擇去咗弓箭啊嘛。嗱，跟住弓箭第二日喎，唔係第一日。弓箭第一日12月13號嗰時，係見到邊個啊嘛？哇，都幾犀利。佢都好似聖誕卡俾佢啊嘛，唔錯啊！